欢迎收听2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17到18章，约书亚记17到18章。而我们今天要来祷告，要来 RPG 的经文在腓立比书3章12节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。透过基督耶稣的恩典，我们得救了，因着他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我们与上帝和好，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。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得救而已哦，在这里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。你知道他要你得的是什么吗？来到了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对我们有应许哦，而这应许不仅是在过程当中，更是在得胜之后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再得胜。来到了17章、18章，约书亚他在这里分配土地，分配所得的这应许之地迦南地。但是在这分配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有跟着迦南之声，或者是你有在圣经共读，其实你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们所分配的土地并不完全已经是他们的了。在第13章，上帝对约书亚说话，说你已经老了，但是还有很大部分的地区还没有得着。不过我必亲手要带领，要将这些人赶出去，要让我的子民住在这个地方。于是他命令约书亚要开始分配土地，约书亚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了。然而得着这应许之地，当他们在要分配这些土地的时候，人的软弱，人的信心人的对上帝的专心跟坚持，其实更是在我们得着之后一览无遗哦。当这里今天17章所说到的这个很大很多的人的这个玛拿西跟以法莲之主，他们的父亲是约瑟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简称说这个约瑟的后代。当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，在得地为业的时候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几件事情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。首先是看见在17章第3节，西罗非哈这个人他是玛拿西的玄孙，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他始终不是主角，主角是他的女儿。他的女儿在过去民数记27章的时候与摩西立约，因着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征战得胜之前，西罗非哈早就已经过世了。但是他们希望自己不被上帝忘记，而不被上帝忘记的方式是，未来在他们得着这个迦南地为业的时候，他们也想要得着上帝所应许之地。在这里所说到的，不仅是我们从经文上看见的，原来上帝对男的女的都是平等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他们在应许之地有名分的意思，更多的指的是上帝纪念他们的名字。他们的名字在上帝的纪念当中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福分是更大的，因为上帝记得他们，上帝应许他们，上帝让他们的领受上帝赐福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看见这位上帝，他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他是慈爱，他是信实，他更是公义，但他也怜悯。
在今天的17章后半段，继续讲到这个约瑟的后代。其实在当时呢，以法莲加东马拿西、西马拿西，他们加起来，这个约瑟的儿子们的后代，其实人数是这个12支族里面最多的，其次就是这犹大支派。但是这个最多的人的这一群人啊，不一定是信心最大的哦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，他们向约书亚要争取更多的土地，而约书亚要他们挑战他们，那你们去开拓，你们去征战，你们去在你们已经得着的得地为业的那块土地上扩张境界。然而他们的回应也很妙，他们回应说他们觉得可能会打不赢，因为他们有这个铁战车我们就算去开垦，那土地也不够大他们到底想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可能更多的是讲他们没有信心能够得着吧。但是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因着他们的软弱就顺从他们，而是更多的挑战，邀请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。他从上帝的应许出发，要他们继续在他们所得着这个土地，不仅是成为他们的产业，更是要在他们的产业当中成为一个得胜者。然而到了18章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只有马拿西之族或者是这个约瑟的后代是这样的情况吗？其实在这个示罗的时候，更是让我们发现，当他们要分得这土地的时候，约书亚他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竟然是这样这7个支族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之地，但是约书亚是这样问他们，你们要等多久才进去占领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土地呢？从这个问句上听起来，是不是这7个支族其实在约书亚的眼中没有那么积极呢？在这个时候，约书亚仍然站在上帝应许的角度，然后就提出了策略跟方法，要他们3个人，每一支族3个人被派去勘察这个地区，甚至绘制地图，把土地分成7份，然后回来他们要来分这个土地。于是他们就去了。当我们面对这得地为业，我们知道上帝应许我们有这样的产业，可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产业，我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？我们是带着正面的眼光还是负面的眼光？我们是靠着好像那能力者，还是我们自己就成为有能力的人？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，不过这个能力更多的只是更多的指向，当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就这样去行动。不管果效如何，我们愿意在当中来委身，持续来建造，持续来经营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门徒化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在日常就活出有福音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迈向专业的生命。我想上帝赏赐这些应许之地，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，并不只是要我们继承，然后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成为一个消费者，更多的是当我们继承之后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经营者，要成为一个管理者，要成为一个领袖，要成为一个带领人在上帝的应许中征战得胜的人。即使面对到许多的挑战甚至患难，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从未改变，如同他在13章对约书亚说的，他要亲手赶逐这些人离开这个地方，他要将这个地方赏赐给他的百姓为业。那我们相信吗？我们若是相信，我们就要这样去行。我们可以多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们可以多问问自己，我在上帝给我的产业当中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者？愿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，而且愿意持续的来建造，
来经营的人。不管我们今天年轻或者老了，仍然可以这样去行。在上帝还赏赐给我们还有那一口呼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这样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让我们不仅得救，更领受这得胜的生命。你为我们付上代价，不是要我们只成为那个领受恩典的人，更是让我们有机会活出这恩典是如此的珍贵，如此的有价值，如此能够影响人生命，得着更美好生命的人。谢谢你爱我们，也让我们领受这应许之地。主啊，愿我们清楚明白自己所领受的应许可以如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不轻看这个应许，让我们来活用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资源，给我们继承这美好的产业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赏赐你的应许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得胜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